歡迎使用商業稅務網站 BTP。本影片將向你示範如何要求延長回覆利得稅查詢的限期。你可以透過 BTP 或稅務代表網站 TRP 為你的公司或客戶提出要求。登入 BTP 用戶帳戶或 TRP 用戶帳戶後，選擇你所服務的公司或客戶，並從網上服務選單中選擇利得稅事宜。在利得稅事宜的選單中，你可以找到要求延長回覆利得稅查詢的限期的服務。完成申請需要3個步驟：點擊繼續，輸入查詢的發出日期及要求延長的限期，或者你可以點擊日曆圖示以開啟日曆視窗來選擇日期。輸入詳情後，點擊繼續。你需要檢查及確認有關詳情。如果輸入的資料正確無誤，點擊確定；否則點擊返回到上一頁以修改詳情。成功提交後，頁面會顯示確認書及申請結果。如果你的延期回覆利得稅查詢申請已被接納，請在延長限期內遞交所需答覆。如果你想列印確認書及申請結果，點擊列印；如果你想儲存確認書，點擊儲存。如果你的延期回覆利得稅查詢申請不被接納，請在限期內遞交所需答覆。